哇！對你哋超高興啊！麥當勞菇鋪，仲要係招標嘅時候第一間就叫菇出啦，喺元朗大馬路呢度。後面呢間鋪頭就地鋪啦，1、2樓加起嚟就註冊成交咗今日嘅事嚟嘅，係7738.8萬啊！我2樓咧啱啱裝修緊，上唔到去睇，但係呢度1樓嘅環境，同埋再喺下面同你講，上嚟睇真啲，你會見到啊！如果你想收到最新嘅商鋪資訊啦，馬上即前WhatsApp俾你嘅時候，再呢個 WhatsApp冰啦。講緊下面嘅地鋪咧，就係上面積係458尺，建築係641平方尺，再加埋1、2樓啦，合共嘅面積加埋嚟過萬尺啦。講緊 exactly 係11059平方尺。麥當勞嘅時候咧，呢一間嘅鋪頭哇，持貨多年啦，38年前係1987年用931.85萬買入嚟，持貨38年就升值咗730%，超高興啊！你知喺麥當勞嘅時候，香港有好多個分店啦，前後講緊咧係麥當勞有1975年咧就進駐香港，係有256間分店，係用1.5萬個員工啊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就將手上面嘅鋪頭咧就話報紙咁講啦，就全部自用個菇一片不留。咁呢一間係呢一輪菇出嘅首間鋪頭，報紙咁登啦嚇，唔知係咪真係全部菇出？因為招標咧係講緊9月份就截標啊，咁我相信大部分賣唔出，咁就呢一間就叫做註冊賣出咗啦。呢度講緊係元朗嘅大馬路，嗰邊咧就講緊係大坑渠嘅方向啦。轉翻過嚟輕鐵站啦，呢個係大棠路嘅站。再向嗰邊睇就係榮華啦，嗰個最旺位置咧就講緊係大棠路啊，講緊個福田街啊，榮華最旺位啦。轉翻過嚟呢個叫做福康街啦，入邊呢個麥當勞對正呢個大棠站嘅輕鐵，上面俾你睇下，唔好講咁多嘢。麥當勞樓上1、2樓，有時你入去 feel 下先知道。一路上嚟咧，呢棟大廈咧落成嘅年份講緊係1979年，最新嘅租值係幾錢咧？我唔係最肯定啊。有好多時售後租回乜幾錢咧，真係就人會講啦。但相對嚟，呢個係1樓啦，可能做一啲維修啊，比較撈教啲，全部1樓位置。之後2樓咧就應該呢度上去嘅，但係暫時咧就封咗，所以上唔到2樓。但係1樓咧就叫做照常營業啦。OK 啦，落翻面睇睇。落翻嚟地下計數啦，7738萬，用差物業估價署平均租值3.6厘回報計算嘅話，即係每個月23萬租值咯。講緊過萬尺嘅地方，即係每尺講緊大概20頭蚊實得啦。麥當勞喺度咁多年，需要穩定收入。各業主各位買家，咁啊唔敢亂俾分啊，實高分啊呢個位，因為售後回報唔知幾錢。我係盛匯生活基金創辦人李家希，多謝你先，拜拜。